叫做全民台语圣经，公民台语圣经。这本圣经是安怎来的？有啥物特别的所在？请乔牧师甲咱介绍，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乔牧师。谢咱大家我这个 commercial 的时间commercial 要做足济啦。伊咧技术啦就是安尼，无啥物大路的物件，互伊讲了到，就大家煞拢感觉足好用。咱大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伫遮呀，出世的时阵，咱的父母话，甲咱的父母咧讲的话，是若毋是台湾话，咱今仔所咧讲的台湾话，甲客话，这两项以外大概无啥物其他的题目。是直接若较年岁轻，我这讲几句日本话安尼，大家拢理解。上帝多正体要用安尼，咱大家拢总捌的话，来对咱大家人讲话，多正体用啊，真毋是安尼。咱要紧的，就是讲，咱即马台湾教会通用的是80几年前咱台湾教会为着要庆祝台湾教会70周年，要准备庆祝70周年的时阵，来出版的圣经，是由巴克的牧师伊主持来改定。伊以前就已经有诶翻译地啊各种诶版本做伙落去再修订，互当时诶人拢会当用诶。总是伊即本诶圣经是用厦门话做主体来翻译，所以今仔日读起来，咱安尼硬用。是安怎呢？因为迄个内面真正毋是台湾话，是厦门话。咱若讲硬用在啥物人会晓写汉字？这就是咱台湾话本身的特色。即马是爱将巴克的牧师1933年改定出版的。台湾教会通用的，将遐咱无咧用的厦门话，已经咧用做台湾话，也会改做台湾话。咱入来教会的人，像我这细汉落咧读书以后，知讲治水，治水是啥？你若去外口看你甲问讲治水啥？治水打面在啥物水安尼然后唔知。其实即款的话改做咱今仔日大家拢会当通用。这就咱的一项。其他还佫足侪特色啦。要紧就是因为咱的言语是咱的文化的一部分。有真侪人想讲啦，袂晓读汉字的人，这就是无受教育。我本身有即款的经验，若袂晓听迄个中国话的咱是无受教育。我倒去台湾，去参观安尼摕迄个那美女我看，我一甲讲，啥物讲拜托你讲较慢的安怎？迄个 server 甲我讲，你是无读册上？你我无读，甲你共款的册。伊迄个有课纲我就读无着安尼真的，细心的课纲这读迄个不读册，讲拜托你，我请迄个别人拿来打算，到尾迄个经理甲我讲。
啊，甲袂识个安尼，我嘛真囡仔无教育安尼啊，毋是无教育，是咱无伊教育嘛吼，互伊想讲，若袂晓讲甲伊共款的话的人，啊，这就是无受教育的。啊，咱就是一面要咧肯定讲，咱家己做一个台湾的人啊，会当安尼来用咱家己的保卫。啊，过去有即个巴牧师的圣经，啊有一个汉语版啊，因为真侪人讲不晓读罗马字，啊，所以汉语版哦，有迄个青梅汉语版，啊，为着要安尼，所以去家己去做一寡迄个字啦。啊，咱看嘛毋知迄是要安怎读，哦，啊，一人读一款安尼，啊，即马改做吼，安尼咱大家拢读个共款。遐个字字遐来减少，啊，佮其他咧，佮几啊项啦，包括咧即个做圣经内面的名啦，咱现在圣经内面专有名词吼，真侪拢是根据即个汉字本的原本的名，啊来甲读做即个叶门音的名，啊有诶吼足离谱的就对，比如讲。圣经内面咯，有一位真有名的即个女士，咱即种家叫做人杰，有的圣经叫做梁杰，原来是 Rahel， 到是念是拉，是要杰，对倒会来，因为是汉字安尼写，咱即摆是讲看若是真看像愈近迄个原来迄个字仔个。这就是咱迄个音，这中间的一项。咱要做这代志，有非常多真侪无共款的原料，来改。即摆会当改是干那即个研究上的问题。实际上，阮刚改圣经，改圣经较就讲这是原来的。阮有一个意向，就是讲。这做了无论客户关注民，拢会当有机会过来做因新的这个圣经。更拿呢，佫一个新的意向，即摆开始咧招一款，啥物人欢喜来参与的，就是要用这80年来新的圣经学上所发现着新的这个版本是。新的这个翻译本，用咧根据咱的巴牧师所根据来翻译的原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甲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是迄个以前做出，80迄个年来，佫出真济比如讲我的电脑的内面有这个做迄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是最新。安尼有出版的，抑佫迄也毋是最后一版，抑佫有新的，佫继续咧出。是毋嘛讲咱会当根据最新发现着这，若是有迄个解释上有怀疑的时阵，咱会当对这，就是讲我这个版本就是迄个 Biblia 迄个做Hebraica Stuttgart 的版本，这是第5版，第4版，即摆第5版也搁咧做，在做几年才做会完安尼吼。但亲像安尼，要来，毋茫讲，阮若开始落去做的时阵啦吼。也搁一个就是平平英文版啦吼。你知影，咱昨有听着讲咱迄个做。迄个等安尼咯，下牧师啦，我叫拢袂出来吼。阿东先生安尼啊，我记头的阿东安尼吼，甲咱介绍讲英语的圣经有较济，讲咱较有咧用迄个做徒步咧，较有咧用的。我咧礼拜所在咧用 NRSV。毋过你知影英国有迄个英国式的 NRSV。迄内面的 spelling 佫无共款，因为安怎？美国话甲英国话咱是讲咧讲英语
其实哦，足侪speaker拢安排个语法吼，有淡薄仔无共款的所在。我做足侪老辈的所在，我捌去英国住过几个月，做访问学者安尼。讲话起来，人是讲诶，你毋是咧讲英语，咧讲些洋气安尼。事实咱就讲些英语，偏迄落就讲 NRSP 即有迄落英国传用的，咱美国传用的，是毋嘛讲，即个巴木斯即厦门语咩吼，咱即马会当有迄落台湾传用的，毋免去靠厦门话来，才会较了解。咱会中间爱做是安尼。即马咱继续咧做的代志安尼吼，即马迄落互咱大家知影，我 commercial 部分就是讲吼，亲像是优先健工会咧做的代志，伊个是有国际上的即个组织做伊的背景，为咧学者的理论，咱无即个国际的即个机关甲咱有迄个甲咱做护盾，所以是靠咱大家拢做即个专民来做护盾安尼，所以是拢到家为止拢是人讲的，会当卖总是吼，若要算稳钱，卖是无够稳，是拢做了钱生意安尼。commercial 是讲会趁钱，即摆即个 commercial 是毋捌讲会当较侪人用，安尼，这是比较紧的讲遮侪版本安尼吼，即摆我请迄落做林长吼来甲咱介绍讲，咱即摆除了会当即个已经印出来版本以外，咱也会迄落会当就网落去先去看有啥物款的资源咱通用。这个真欢喜哦，来到遮甲大家分享这个方面的见解吼。真侪人讲你的网络版章是出来啦吼，已经出版这书本啦吼。我讲专门台语圣经是先有网络版，造这个书本就对啦。阮所有拢透过网络大家来改好势了，才书本才出来吼。这个网络版的好处就是讲会当对条来读啦吼。这个我是这个第一代基督徒哦，一直伫找这个讲台湾人会当读的圣经，只要就家己来用啦吼。所以我请了真侪人有用台语信网面顶个圣经的网站吼。以前是咱伫华语的内底，咱就只咧插一吼。咱专门台语圣经成立了后，伊量身定做，是咱做这个网站啦吼。所以希望咱大家也甲内面查圣经的时来 CTV 就是 Common Taiwanese Bible.FHL 就是 Face of Love 信望啊，咱就当是来写。所以咱专门台语圣经排伫头前啦。咱伊主要是讲咱会当用迄个标记标记这类对啊，咱会当管咱要来这个算。咱其他的巴结咧，这就是以前厦门话，厦门讲话较汉语来读的。过来有和合本、KJV 渐渐对有其他英语的版本，有翻版嘛70字数LXX 的版本遮真正最近一个是原版拢会当对正来读咱有越南版，就是因为越南新年足济嘛所以咱已经有越南的圣经的。你最后你选你要来就讲时间第一天，你才点我。我今日无啥时间咱转去大家看就好即我甲伊讲的就是讲，主常消务处就讲咱现今人名地名这个咱拢为汉字直接甲读到台语过来这个音拢走起来啦咱两个拢无共款语的嘛讲耶稣，咱无本翻耶稣翻甲足正确的，
甲原本共款。咱台语啊，读做耶稣记哦，再甲咱来说，耶稣甲改名改做耶稣记吼。所以我即摆真侪尽量，尽量啊改做甲原文接近你个读音。所以咱以后咱要甲国际要较有可能吼。咱分新约旧约哦，你摸去旧约查耶稣吼，可是耶稣现在都要查的。过来就是讲，咱即摆台湾就是受国民党的教育，所以咱拢读华语嘛吼。所以即摆真济内底台语，为何即摆少年的人会当知影讲意思是啥？阮原下口创一个台语汉字甲罗马字甲华语意思的对照啦，吼。搁伫圣经内底足侪度量衡、长度、跨度遐个，吼，你讲一个去后来讲，我即摆几公尺就啥个，人感觉讲伊甲原来无共，所以阮保持原来，你会当去遐去算讲今年即摆偌长，还是偌久的时间，还是讲是下课的到底是偌济咱才听着嘛吼。所以讲这拢会当买查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先家己先去点去看吼，足侪真侪新的物件啦吼。当然台语圣经有改做足侪方新的方向去行吼，所以大家去比较看卖。过来就即摆是手机的时代吼，我嘛有一个 app 啦吼。但是目前敢若做 Android， 就是讲你个名叫做信罗海圣经，你甲迄个 download 落来，你的手机也是你的 iPad 拢会当用吼。OK， 我直接一直甲咱斗阵啊，有问题个人再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听听哦，我来是而且我是小弟咯，头头想讲你我袂个讲吼，多谢大家，即摆这专门这大家的啦吼，希望咱台湾人共同来做一本咱台湾人的圣经啦吼，多谢。